点睛3块 A4 大细的双金牌，相当引人注目。顶头顶现出风采新明，混完一起大上帝，还有玉皇上帝、五路财神、地藏王菩萨、福德正神、丁清尊，拢去上金牌接受。咱的袁美金袁教授，因为伊家中供奉的是先天上帝，伊选择伫咱合义堂，用这个道场，要来甲伊恭祝寿诞祈安。因为袁教授有咧话讲。伊受到咱这众神明的恩惠，难得是1年1度，祝奉迄个咱的先天上帝的寿诞，要报答的理由，伊要来设这个祝寿可以的照例。府城下太子合义堂，混完一起大上帝圣诞，信众敬献，互神明祝寿。奉献的金牌就重达7两二，大约爱200万。顶头的神明图案多达30款。古来话更结合庙宇建筑元素，甲这个图案做成碰饼扛棉花糖。百姓要甲咱的先天大上帝来甲贺寿，伊也看到这个青花素果，6仔6味，还有这个生礼，就是要答谢咱先天上帝，这个温情，伊有这个伴手礼，这个碰饼，就是要互咱这伊的这个。身躯边的好朋友，要互食一个脆甜。这个伴手礼嘛当摕转去食脆甜，嘛向神明祈求健康平安。庙方更准备丰富的祭品，互圣诞祝寿可以圆满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